病人到達 A1 醫療診斷中心之後，職員會為病人登記個人資料。請把轉介信同埋過往嘅影像報告或者光碟交俾職員跟進。醫護人員會為病人量度體重，並帶病人到更衣室更換檢查袍。病人需將身上所有飾物配件除下，並放置儲物格內。醫護人員會為病人講解程序同埋注意事項，查詢病歷、藥物敏感等嘅資料，並為病人設置靜脈注射導管。放射師會取出帶有輻射嘅同位素藥物，並為病人注射。病人需於獨立休息室靜候大約1小時，等待藥物吸收。休息室內設有呼叫鐘，如有需要可以使用洗手間同埋飲水。進入檢查室之後，病人應該配合醫護人員指示，瞓喺床上保持放鬆不動。開始檢查之後，放射師會喺操作室內觀察病人，正電子斷層掃描全程大約30到60分鐘。完成檢查之後，醫護人員會帶病人到休息區休息。離開之前，醫護人員會用輻射探測儀檢測體內嘅輻射降至安全水平，病人就可以更換衣物離開。報告將會喺3到5個工作天完成。到達佐敦港鐵站 E 出口，如需乘坐電梯，可使用 B 出口。乘搭扶手電梯上2層，到達 LG 層嘅商場地面出口。步出恒豐中心商場。步出商場後，往右直行1分鐘，抵達238大廈，前往電梯大堂，搭乘電梯到18樓，到達18樓，步出電梯就到達本中心。